記住所有地點幾乎係冇可能。好彩，大自然會幫佢手。喺秋天，松鼠嘅腦會變大，尤其係海馬體呢部分係負責記憶嘅。呢一點係關鍵，尤其係當大地被厚厚嘅積雪掩蓋住。喺印尼嘅爪哇島，伊真火山喺幾十萬年前強烈嘅板塊活動中形成。呢座活火山嘅高度超過海拔2000米。硫酸喺全球最大嘅高酸性火山口湖中翻騰。岩石裂縫釋放出高達攝氏600度嘅有毒氣體。其中一啲氣體會濃縮成液態流。當夜幕降臨，呢種自然變化呈現出真正嘅魔法。氣體同氧氣接觸之後燃燒，好似幽靈咁嘅藍色火焰順住岩石斜坡向下流動。迷人嘅火焰之河照亮咗黑暗。就好似螢火蟲閃爍嘅光芒咁，熒光可以幫助吸引配偶。每一個亞種嘅螢火蟲都有特定嘅韻律。雌性會判斷發出閃光嘅雄性適唔適合做佢嘅伴侶。如果佢滿意，就會發出同意嘅信號。呢隻雄性似乎引起咗雌性嘅興趣。求偶嘅熒光喺整個晚上照亮咗夜空。隨住陽光驅走黑暗，昆蟲嘅求愛之光同伊真火山嘅藍色火焰都逐漸消失。雪一直慢慢咁落下。冬天嘅沉寂之美覆蓋住地球嘅北部地區，雪花就好似一張柔軟嘅白色地氈咁掩蓋大地。睇落雖然好夢幻，但係冬天會帶嚟好多嚴峻嘅挑戰。喺多數情況下，動植物為咗適當咁分配能量，會將生命活動盡量減到最少。喺加拿大極北嘅北極圈範圍，有一個堪稱完全冇受污染嘅區域。喺呢度，溫度可以降到攝氏零下30度。喺呢種極端嘅環境之下，灰熊仍然冒住嚴寒，沿住仲未結冰嘅河繼續去捉三文魚。堅持不懈嘅灰熊好似着咗一件冰盔甲咁，披喺濃密嘅毛皮上面。土著部族曾經相信佢哋嘅弓箭係冇辦法射穿呢啲所謂嘅盔甲熊。
喜馬拉雅山脈同山谷好快迎嚟冬季。而家樹葉仲係翠綠嘅，樹枝同嫩枝上面仲掛住幾個僅餘嘅莓果。對金絲猴一家嚟講，日子都幾難過。喺之後嘅寒冷月份，呢啲馬騮只可以食生喺樹幹上嘅地衣，同食冰雪嚟解渴。喺咁難捱嘅低溫下，呢啲馬騮嘅厚毛只可以提供到有限嘅保護。年幼馬騮受到嘅威脅係最大嘅，所以一家人要緊緊攬埋一齊。佢哋要團結一心咁抵抗寒冬。同好多其他動物一樣，金絲猴急切期待春天嘅來臨同溫暖嘅陽光。雖然喜馬拉雅山脈俾厚雪掩蓋，但係喺南非覆蓋大地嘅就係沙塵。呢度幾個月都冇落過一滴雨，整片沙漠都嚴重缺水。終於，第一滴雨水令沙漠恢復生機，為呢度注入活力。植物綻放嚟接收久違嘅雨水。喺幾個鐘內，一片花海就會鋪滿整個沙漠。同自然界好多魔幻時刻一樣，呢啲豔麗嘅色彩都係稍縱即逝。荷梨家園附近嘅池塘結晒冰，寸草不生。荷梨一整年都努力維修佢哋嘅家園。而家佢哋嘅努力得到回報，溫暖舒適嘅家可以抵禦寒風嘅侵襲。佢哋有充足嘅食物，喺溫暖嘅月份，呢啲大型熱齒動物會努力儲存食物。冰冷嘅水令佢哋儲埋嘅樹枝同樹葉保持新鮮。而覆蓋池塘嘅厚冰層有助防範小偷同獵食者。無論寒冬有幾多挑戰，荷梨都做足準備應付。加拿大北部嘅呢條河有啲嘢好神奇，所以三文魚會選擇喺冬季月份遠離佢哋一直生活嘅太平洋嚟呢度產卵。當地嘅盔甲熊可以盡情捉呢啲三文魚嚟食。原因就隱藏喺水流下嘅河床入面。
溫暖嘅泉水喺石灰岩嘅夾縫中噴出嚟，令河水唔會完全結冰。灰熊可以任食三文魚，啲魚產卵消耗體力之後，好容易就捉到。呢啲熊每日可以食多達40公斤嘅三文魚。三文魚嘅任何部分都唔會浪費。三文魚嘅殘骸成為咗林地嘅肥料，令到呢度嘅樹木比起北極其他地區生得更高大。最後，溫暖嘅陽光再次驅走冬天嘅寒冷，大自然神奇嘅循環再次展開。各種鮮花盛放，昆蟲來回穿梭，年幼嘅動物首次探索周圍嘅環境。大自然已經準備好上演新一年嘅魔幻時刻。